这个屁股打不了，手总打得了吧？把手伸出来。皇上，你干嘛呀？又要打我呀？行了，别废话，把手伸出来。我不。右手要做事，左手，快！疼死我了！你可是真英雄啊，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奴婢是假英雄，真怂包。如果皇上行的话，你试试，你不叫我就服你。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贪赃枉法，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他对他女人很好的。你又不是朕的女人，为什么这样护着你？还是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皇上还是继续打吧，奴婢绝对不出一声。要哭就哭出来，别憋着，装什么英雄？奴婢不想装英雄，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皇上，您这是不打了呀，还是改日再打呀？把手伸出来，给朕看看。怎么这么娇气？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试试，也疼。老大，不是朕想打你。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真要做出什么事情，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都疼死了。好了，老大，别哭了，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还丑呢，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我以后怎么见人啊？你赔我，你赔我！好了好了，打几下手也哭，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行了，别哭了，你还真赖上朕了。打了人就想跑啊？去给你拿药啊。把手伸出来。还疼吗，老大？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看你长得丑。怎么样，好点了吗？好疼啊！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
朕的心里有数，别撒娇了啊！不是手疼，是头好疼。哎，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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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快传太医！在此之前，我本以为吴三桂安插在我们明珠谷中的奸细，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小角色。但如今看来，吴三桂不仅知道我儿子李建清就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个太子朱慈轩的机密，而且还对我等来到滇都以后的行动了如指掌。这就说明，这个内奸不仅仅已经进入了我们明珠谷的核心层，更在我们在座的9个人中间。晋王说的极是，内奸一定是我们7位师傅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的行动才处处受制于人。是谁？有种做吴三桂的奸细，就有种承认。只要你承认了，我等就念在与你过去的情分上，饶你一命，只废了你的武功，让你滚回吴三桂那个狗贼身边去。晋王，你心中可有怀疑对象？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说出来，免得大家互相猜疑，影响团结。现在大敌当前，我等必须团结一致，不可再闹内讧。太子，你可有怀疑对象？除了义父，在座7个人当中，有5个是我尊敬的师长，还有2个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我实在不知道该怀疑谁。不管怀疑谁，我的心里都十分愧疚，十分难过。我此刻的心情跟太子一样，不管此前知道鳌拜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还是这次来到滇都，得知吴三桂也在我明珠谷中安插有奸细，我都不忍心怀疑各位，因为我们都是10几年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倩影跟默笙，更是同太子从小一块长大，情同手足。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的大业进展得极为不顺利，缺乏经费，条件艰苦。有些人渐渐动摇了，有些人退出了，还有些人投敌叛变了。义父，内奸要传递消息给吴三桂，必然要避开我们所有人单独行动。我们只需要核对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具体行踪，彼此印证，仔细分析。就算内奸隐藏的再好，也会露出蛛丝马迹。
眼下也只好如此了。我恳请各位暂时都先退出屋去，然后逐一接受我跟太子的盘问。希望各位在外面期间不要私自交谈，不知各位可愿意配合？我等愿意配合晋王与太子的盘问，以查处内奸。有劳各位了。在回永和宫的路上，看见月色明亮，一时兴起，就去了御花园赏月。不料，师父，我已经找机会把东西12宫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铜匣。这皇宫这么大，咱们这么找，等于是大海捞针。最好能够想办法弄到皇宫中宝库的储藏名册。查到铜匣放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赐给了什么人。我正想尽快结交大内总管李德福呢。等一下，好像有人在跟踪咱们。好像是2个男人，而且他们的呼吸很重，应该武功不高，但是他们的行踪诡异，只怕不怀好意。当时，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们既不能施展轻功，也不能反抗，而只能借着巧劲避开要害部位。但他们的目标似乎只针对厉鬼人。救命啊！刺客！我装作凑巧滑倒，把其中一个人推进了池塘。另一个人还想继续行凶，幸亏有巡夜的侍卫听到呼救声赶了过来。有刺客！这边！别跑！救命啊！刺客往那边跑了，往那边跑了！抓刺客！站住！别跑！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没有，但是想要擒住这个人不难，可惜我们不可以暴露我们自己的武功啊。会不会有人识破了倾城的身份？不可能，如果识破了身份，他们不应该暗杀我们，他们直接揭发我们就好了。这2个蒙面人能够逃过宫里的搜索，应该就是这宫里的人，而且还一定有地位。今夜的行刺一定是受人指使，能在这宫里买凶杀人的人并不多。鳌拜，可是鳌拜有什么理由要对倾城下手？等等，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其中有一个蒙面人的身形和眼睛甚是熟悉，有点像李公公。李公公，这样就没错了。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奸细，多半是鳌拜觉得倾城挡了奕欢的道，所以才让李公公暗杀厉贵人。等我明天去见见鳌拜，探探情况。大师兄，倾城，你醒了。大师兄，估计还没有醒呢，他只是在说梦话。六师傅，让倾城撤离紫禁城吧，我们换一种方式寻找铜匣。不行，倾城入宫以来，他已经成功的得到皇上的宠爱，他现在又很用心的结交内奸，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拿到皇宫宝库的储物名册，查到铜匣的下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功亏一篑？可是让他一个人留在紫禁城里，委身侍敌，实在太危险了，也太委屈他了。个人承受的委屈和痛苦，比起国破家亡来说，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太子，如果你执意优柔寡断、儿女情长，岂不是让整个联盟的数万义士
寒心吗？厉贵人的伤势已经处理好了，李太医辛苦了。那微臣先告退了，回头微臣再煎一副治伤的药来。李太医慢走。李太医，欢大爷，李太医，我随你去太医院给厉贵人取药吧。有劳欢大爷。朱哥哥，你知道吗？我刚才听见雪姐姐在昏迷中喊了你的名字。这应该只是凑巧吧。人在虚弱的时候，总是很容易想起自己的亲人了。可他最亲的人是六师傅啊，但他喊的是你的名字。朱哥哥，你不会迟钝到连雪姐姐的心思都不知道吧？欢梅，别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我跟雪姐姐也同枕共眠过。我不只听过她一次喊你的名字。你知道吗？雪姐姐喜欢你是悄悄的，不敢表露出来的。欢梅，有些事情，就算我们心里明白，也不要说破，因为除了带给大家尴尬，扰乱大家的心神，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只要明白，在我朱慈轩的心里，只有你李易欢一个人，其他人对我来说，都只是朋友，还有亲人。听你这样说，我更加为雪姐姐难过了。那种暗恋的绝望感，雪姐姐一定很痛苦。你不要再说了。咱们这群明珠谷长大的孩子，尤其是我，在没有完成明珠谷的大业之前，不要说是幸福，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倩影姑娘，我送给你的衣服，可还合你心意？都很好，不仅质地好，做工也很精致，也很合身，有劳公子费心了。那你为何不穿呢？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我舍不得。倩影姑娘，擦擦汗吧。停！二公子，什么吩咐？找一个幽静之地，让我们避避暑。等热浪过去之后，我们再走。卑职遵命。瞧，撤！
我快输了。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连棋也下得这么好。我虽出身寒门，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他们都很热心，经常会教我们。所以，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武功技艺，我们都略会一些。原来如此。在这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宁可隐居山林，传道授业。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真是令人佩服。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似乎能听得出来，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公子，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怕是有些不妥吧？的确，若是在我父王面前，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可是，在姑娘面前，我却可以放下一切，畅所欲言。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一时兴起，献丑了。这首《凤求凰》，我不知弹了多少遍，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这首合奏真是痛快，痛快。石将军，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只可惜他不会武功。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不过在下是个粗人，戎马一生，不懂音律。哎，叶少侠，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此曲名为《凤求凰》，乃司马相如所作。相传，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是吗？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竟然如此博学多闻。石将军说笑了，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你们兄妹二人表现不错，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请大人放心，卑职兄妹一定会竭尽全力报效中堂大人。这个厉贵人伤势如何？他受了重伤，经卑职用心医治，才算保住了性命。不过他失血过多，尚需调养。其实，你不必这么费心地医治这个厉贵人。卑职不太明白。皇上一连3日宣奕欢进殿侍寝，最终也只封了他一个品质极小的答应。随后，皇上一连几日宣厉贵人作陪，用不了多久，这个厉贵人便会再次升迁。
像这样一块绊脚石，留着它有何用啊？大人的意思是，厉贵人舒婉心是山西总兵舒建的独生女儿。这个舒建是索尼一手提拔的亲信。这个索尼素来和老夫不和，好在几年以后，索尼病老而死。但是他那一派的势力，仍是老夫在这宫中一大阻碍。所以老夫认为，说什么也不能让舒建的女儿受宠。那这次厉贵人遇刺，自然是老夫安排的。这2个宫中的内线，武功虽然不高，但是对付一个弱女子，应该是绰绰有余。结果还是失手了。听内线汇报，说这个厉贵人表面上惊慌失措，其实却是成功的避开了要害，好像会武功。这个厉贵人出身于武将世家，会些简单的功夫，也未尝不可能。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要不露痕迹的解决掉这块绊脚石。你是一个聪明人，用不着老夫再教你怎么做了吧？大人的意思是，要卑职借着治伤的时候下毒，万一被人发现了，卑职只怕性命不保啊！你尽管去做，有老夫在，自会保你周全的。卑职遵命。好多了。真是奇怪，厉贵人已经遇刺好几天了，可是这皇上只派人过来慰问过2次，自己却从来没有亲自过来看望他。这皇上不是很宠爱厉贵人的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宠又不是爱。皇上年少风流，后宫嫔妃众多，他不会把我真的放在心上的。就算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但鳌拜居然敢勾结内侍，行刺后宫的嫔妃，这对于他的君王权威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衅，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他不来见你，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我虽然入宫不久，也没能见过康熙，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大师兄，还是让小师妹尽快去找龙三吧，告诉龙三，鳌拜就是行刺我的幕后主使，试探一下康熙的反应。自从龙三知道欢妹之前对康熙说的都是些谎话之后，龙三似乎就生气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连欢妹给他发出的约会信号，他也都是置之不理。也许不是龙三置之不理，而是他正奉了康熙的命令，在忙着调查我遇刺一案。我看，还是让小师妹主动去联系他吧。这是挑起康熙和鳌拜争斗的绝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我听龙三说过，他经常在御书房当差，我让欢妹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哎，站住！看你这身打扮，你应该是个答应啊，怎么这么不懂规矩，跑到这御书房来了？哎，你怎么这么眼熟啊？啊，我想起你来了，原来你也是侍卫，在御书房当差啊。龙三呢？我要见龙三。你是？你忘了我了？大概3个月前吧。当时刑部正押着一群要犯，去菜市口斩首，咱们碰到了。当时你跟龙三在一起，想起来了吗？哎，小孩儿，哎，干嘛呢你啊？是你？我呀？哎，你是个女的，还进宫当了个答应。龙三呢？龙三？难道你不知道龙三他是？我知道啊，龙三他不是御前侍卫吗？在御书房当差。哦，他是这么跟你说的。我明白了。龙三他今天不在，你身为答应，也是后宫中的人。
没有宣诏呢，不得随便来到御书房，以免惊了圣驾。现在皇上啊，马上就要退朝来御书房了，啊，你赶快回去吧。哦，龙三也不在，走就走嘛。皇上哪那么容易就惊了圣驾呀？哎呦，皇上来了！快快快！你见了皇上，为什么不跪呀？你是皇上。哎，李公公，这个小答应他可是……嘘，这皇家的事啊，别问，也别管。你到底是谁啊？你是皇上还是龙三啊？嘘，我不是皇上，我是龙三。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还给你跪下了？我真的不是皇上，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所以啊，被皇上选做替身了。你是皇上的替身？对呀，我只是皇上的替身。我们这大清啊，虽说入关数十余年，可是根基还未稳，这皇上又还年少，刚刚亲政不久。不管是那些签名余孽，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权臣，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就拿这个鳌拜来说，连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所以啊，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我就说嘛，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你要是皇上的话，怎么可能半夜三更的去御膳房偷东西呢？还跟我结拜兄弟了，是不是？对对对。所以皇上3日侍寝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一直戴着面具，就是怕我发现，是不是？对呀。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你在宫里面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我不站班啊，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替皇上一下。那也就是说，你是皇上的替身，那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我身为臣子，当然要效命于皇上了。再说，皇上待我不薄，我也是心甘情愿替他卖命。龙小弟，你太可怜了。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皇上对你好，说白了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哼，从古至今，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自私自利，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老大，你就别当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哎，你今儿怎么想起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还说呢，几天都不理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重要的事情？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就怀疑过鳌拜，没想到真的是他。可不是嘛，这个鳌拜勾结内侍，行刺嫔妃，简直是胆大包天，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老大，你是不知道啊，这鳌拜把持朝政多年，这朝廷上下、宫中内外全都是他的势力。皇上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也没有抓住他半点把柄。那难道就这么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眼下还不是跟鳌拜翻脸的时候，所以只能当做暂不知情了。这个鳌拜贼心不死，还逼着我哥哥要去刺杀厉贵人。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千万不要听命于鳌拜。皇上已经在暗中想办法铲除鳌拜了，所以要拜托你哥哥多跟鳌拜周旋一段时间了。哎，放心吧，我哥哥啊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他的计划可行吗？会不会很危险啊？老大，这皇上呀，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风流好色之徒。他呀虽然年少，但是有勇有谋，也算是
一代明君吧。龙小弟啊，你就是天生当奴才的命啊！我说，都这个时候了，还替你那个皇上主子说话呢，他能有什么很高明的策划呀？按照我的想法，他呀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关键时刻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知道吗？老大，你就别当着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行，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所以我跟你说话才不避讳。既然你不想让我这样说的话，那以后就捡好听的假的话跟你说呗。好了，我这气量没那么小，气会连一个小姑娘的口无遮拦都容不下。我知道，你之所以骂皇上，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对吧？当然了，龙小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亲人，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你听我的啊，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你的皇上、你的主子去卖命，关键时刻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千万别于衷，知道吗？好，你就放心吧，我可以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告诉你。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不怕我卖了你啊？在这皇宫里边，除了皇上和太皇太后，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谁让你的心思最为单纯的？李德福，送欢答应回永和宫。这。没想到，康熙如此谨慎，在宫里竟然备下了自己的替身。在我们入宫计划方案中，第一步是拿到铜匣，第二步就是刺杀康熙。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务必要分清楚谁是替身，谁是真正的康熙，确保一击成功。这就需要小师妹多想想办法了，查清楚龙三的行踪，什么时候会去假扮康熙，又如何区分二人的差别？其实也没什么可难的，至少在临幸后宫嫔妃的康熙，不可能是替身。到时候拿到了铜匣，他再照你侍寝，我们就有机会了。六师傅，此计虽然可以暗杀成功，但忽略了倾城师妹的安危，恐非上策。有大师兄的担心，再危险也值得了。这行刺康熙的行动是下一步计划，还早着呢。我们还是现在想一想接下来的行动。康熙居然会派几个会摔跤的小子去擒拿鳌拜，这个计划比我们未来行刺的计划更加冒险。不如我把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告诉鳌拜，鳌拜岂会坐以待毙？到时候他们君臣内斗，无论谁赢谁输，我们都可以坐收渔利。什么？康熙在暗中训练几个小太监、小侍卫摔跤，想借着摔跤的游戏擒拿老夫。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他已经开始怀疑行刺厉贵人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堂大人，所以加强了对厉贵人的保护，卑职想尽办法也无从下手。这康熙少年老成，若是他真的想拿下老夫，那他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更何况，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这康熙岂会指望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就能拿得下老夫呢？这种计划太过儿戏了。说不定他们是想钓鱼吧，想让老夫主动上钩。若是老夫先动手，那就中了他们的计了，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拿下老夫了。中堂大人思虑周密，卑职佩服。不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是皇上单独召见中堂大人，大人小心防备为好。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可不是浪得虚名，又怎会怕他那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呢？
更何况老夫在宫中埋伏下了不少的心腹死士。若是康熙小儿真的肯冒险与老夫翻脸，那老夫定会让他后悔莫及。皇上，欢答应到了。奕欢，叩见皇上。平身吧。谢皇上。是你呀，龙小弟！哎呦，你小气的，你给我装什么皇上啊？这皇上跟龙三既然长得一模一样，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的是龙三，不是皇上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哎，皇上啊，那3日侍寝，虽然把灯光调得很暗，而且还戴了个面具，但是我可以看他的眼睛啊，他的眼神跟你完全不一样。你的眼神呢，温柔体贴，他不是。皇上看你的眼神很冷漠疏远吗？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有一种猎人看猎物的感觉。哎，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就是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皇帝。要不是你们俩眼神不一样啊，我还真认不出来。哎，对了，你叫我来干嘛？我这次叫你过来呢，是想跟你道个别。道别？你要去哪儿啊？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要擒拿鳌拜的计划吗？今天就是计划展开的日子。皇上已经宣召鳌拜单独来御书房觐见，所以我要亲自动手，和那些训练已久的侍卫和太监们一起擒拿鳌拜。什么？你要亲自跟鳌拜动手？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你亲自动手你就死定了。鳌拜一日不出，皇上就无法真正亲政。而且，鳌拜手握军权，皇上也不敢下旨捉拿鳌拜。但是鳌拜此人呢，自是武功甚高，性格极为孤傲，他绝对想不到皇上会找几个摔跤手在宫里边要擒拿他，这样出其不意，反倒有可能成功。而且皇上还安排了李公公在茶里边下了一些药，鳌拜喝了以后就会内力尽失。李公公，皇上让李公公来协助你？对啊，李公公从小就进宫了，侍奉过太祖皇帝和先皇，深得太皇太后的宠幸。可是那个李公公怎么了？算了，没事了。龙小弟，你别那么傻，你别替皇上去卖命，你肯定会死的，你别去了，行不行？所以啊，特意让你过来，跟你道个别。毕竟我活到这么大，你是跟我关系最特殊的人。这一世，我可能只能做你的龙小弟，是你的结拜兄弟。可是来世，我希望做你的青梅竹马。老大，你怎么哭了？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说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要是去送死了，就凭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根本救不了你。那如果你死了，那我也得去死啊！我还不想死呢，我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呢，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呢。那你就别陪我去死了，让我自己一个人死就好了。反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顶多变成厉鬼来缠着你。呸！你明知道人家心里特别着急，你还说这样的话。老大，好了，别哭了，啊！这个计划，它又不一定会失败，也许就成功了呢。道完别了，你先回永和宫等消息吧。
龙小弟，只能这样了吗？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吗？只有过了这一关，皇上才是一条龙，要不然的话，他只是一条虫。那你等我一下。你要干嘛？哎，不许进来啊！我没让你进来，你不许进来。哎，不许进来。老大，你好了没有啊？你再不出来，鳌拜可就来了。哦，我知道了，知道了，马上。老大，我进去了啊。老大，你好了没有？老大，你不会真是以为我要赴死了就要以身相许了吧？呸呸呸呸呸！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小色皇帝一样了？真是近墨者黑。喏，给你的。这个是金蚕背心，鳌拜给我的，据说可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反正我留着也没用，给你穿吧，你还能保护着你自己。好香啊，老大，这上面还有你的体香和体温呢。你干嘛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呀？你这样很猥琐，知道吗？你赶紧穿上吧，这之前我贴身穿的，反正我用不上。你穿上以后还可以护住你的要害呢。既然是你穿过的衣服，那我当然要穿了，要不然你替我穿。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我不想理你了。哎，老大，哎，老大，我是你老大，你是我小弟，所以你得听我的，知道吗？不能死。是，遵命。六师傅，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依您看，结果会如何？这很难说呀。康熙少年老成，而且又有太皇太后和一帮效忠爱新觉罗的老臣撑腰，而鳌拜又老谋深算，在朝廷中也树大根深。这两虎相争，谁赢谁输，还真的挺难预料的。不管是谁赢谁输，对于咱们整个联盟来说，都是有利无弊。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薛姐姐，一欢，怎么了？薛姐姐，六师傅，快点去救人！出什么事了？你要救谁啊？救龙三。龙三怎么了？今天康熙要在御书房擒拿鳌拜，但他自己不敢去，却让龙三扮成他的样子，带那些小侍卫、小太监去抓鳌拜。而且他还让李公公在鳌拜喝茶的水里放药。可是李公公是鳌拜的人啊，他肯定把这些计划都告诉鳌拜了。环妹，你犯糊涂了吧？就让康熙跟鳌拜去内斗好了，你急什么？如果真的是康熙的话，我不可能着急。可是去的是我的兄弟龙三啊，我们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啊？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和那龙三结拜，本来就是闹着玩的，你还当真了？朱哥哥，你说什么呢？我们是认认真真的结拜，怎么是闹着玩？这龙三平时对我这么好，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那太不像话了。可如果为了救一个龙三，我们几个都出手的话，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很容易暴露自己。环妹，你对龙三真的只是结拜之情吗？朱哥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胡思乱想？大师兄，小师妹虽然任性顽皮，但是她还是很有是非原则的。她对那个龙三一定只是结拜之情。还是学姐姐了解我，没错，我不想欠人情，我更不想欠人一条命。玉欢，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你是大明郡主，是未来大明太子妃。那你现在的什么龙三结拜大哥的身份，跟这个身份比起来，根本就是不值一提。更何况龙三又不是为了你去死，他为的是他的皇帝主子。可是，好，那我们就不去帮助龙三，
也就是说，如果龙三败了，康熙也就败了。康熙一旦败了，这个鳌拜就会发动政变，让他自己当皇上。鳌拜这个人生性残暴，如果他当了皇上了，比康熙更难对付。而且那个时候，雪姐姐你怎么办啊？可是我们换个法子，我们协助龙三，帮助了康熙，打败了鳌拜。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康熙的绝对信任。到时候你们就有机会进宝库去找铜匣了。奴才参见皇上。免礼，赐座。谢皇上。赐茶。这。王少保，这些茶都是今年新摘的龙井，是昨个浙江巡抚刚刚送进宫的，你不妨多品一品，看看比之安徽的银毫如何？奴才是个粗人，什么茶到了嘴里都是一个味儿。皇上宣召奴才，有何事垂询啊？敖少保，你不妨先看看这些奏折。你笑什么？皇上，奴才笑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大臣们翻来覆去，陈词滥调，哎，也没说换一个新的花样。这上面还有许多奏折，你不妨都看看。不必了，想来左右仍不过是些什么擅权自专啦、欺君罔上啦、结党营私、诛戮大臣。你说这些，哎，全是些子虚乌有之事。鳌拜，你！皇上，这数十位联名上书的大臣，分明就是在构陷奴才，这是在离间你我的君臣之义，这简直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奴才恳请皇上下旨，让奴才把这些乱臣贼子一一捉拿。你凭什么说这些弹劾你的奏折都是构陷之词？皇上，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奏折，究竟是什么性质？那仅仅是在皇上的一念之间。现在就看皇上是相信要弹劾奴才的这些大臣们，还是要相信奴才了。鳌拜，你当着朕的面撕毁奏折，言语无状，在你的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这奴才的性情一向是如此，皇上忘了，皇上经常夸奴才性情憨厚耿直，怎么到了今天
就说奴才是言语无状了呢？奴才自辅政以来，哪天没有要弹劾奴才的奏折？皇上和太皇太后一向是看都不看就直接给了奴才，怎么到了今天，皇上就拿这些奏折来斥责奴才了呢？这么看来，不是奴才的眼里没有了皇上，而是皇上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奴才了。到了现在，你还在强词夺理，丝毫没有悔改反省之心，真是让朕心寒呐！好了，皇上，你也不必处心积虑地挑奴才的刺儿了。皇上现在无非是翅膀硬了，想独揽大权，嫌奴才碍眼了。还是老话说得好，鸟进弓藏，兔死狗烹。皇上要如何发落奴才，就请直言吧。好，鳌拜，朕知你辅佐三朝，劳苦功高，朕看你不如安心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吧。皇上真是体恤奴才啊，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但是皇上，你不要忘了，奴才是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担负着协助皇上处理朝政的职责。现在皇上身边奸臣环伺，奴才尚未清君侧，又如何敢颐养天年呢？鳌拜啊，鳌拜，想不到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真是有负先皇深恩，枉费朕的一片苦心。按理说，我们站在康熙这边，得到的利益会更大一些。可是现在我觉得，鳌拜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我们站错了队，那我们将会前功尽弃。那我们再等等吧，看情况，再随机应变。不能再等了，朱哥哥，你都不知道，龙三的武功还没有我强呢。鳌拜一只手直接把他掐死了。欢妹，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当然要权衡一下。好，那你们权衡吧，我等不了了，我得去救我的龙小弟了。哎，欢妹，一欢，一欢对这个龙三有点过于担心了。大师兄，我觉得小师妹说的不无道理。眼下就是一场豪赌，我们把赌注押给康熙，对我们似乎更有利。我等不了那么多了，我得去救他。哎，太子，我也跟你一起去。不能去啊！倾城，为什么？你不能去。无论康熙和鳌拜谁胜谁负，你我都不能暴露身份。可是鳌拜号称大清第一勇士，我担心大师兄不是他的对手。你放心，太子自有分寸。如果情形不对，他一定会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玄烨呀，玄烨，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像你这般狂妄无知，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好，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再另立新君吧。小儿就想拿下老夫，天大的笑话！
李德福，这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备好了吗？回皇上，奴才岂敢抗旨？奴才确实在茶里下了内力散，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啊！玄义，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告诉你，在来之前，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快起来！只要抓住了鳌拜，官升3级，赏金1000两。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吧，送死吧！皇上，你这是想和老夫比试比试武功吗？我说你平时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龙小弟，我来救你！没事吧？易欢，你疯了吗？你这个月的大补丸不想要了吗？义父，对不起了，请恕干女儿要大义灭亲了。你别忘了，你哥哥和你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丸。我告诉你，一旦毒发，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鳌拜，咱们来做个交易吧，你放了皇上，我也求皇上放了你，怎么样？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没想到你这般幼稚。站住，鳌拜！你已经中了我的7步之道，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你在7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鬼丫头，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就算老夫中了7步刀，也会在7步之内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让你们为老夫陪葬的。